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花莲罢免案有管府的行政人员称查连署人的身份，检调甲民政处的处长申请羁押，法院裁定50万交保。中国顶个月月草园区南海军派军舰监控，不过翕的相片量高速度慢，3个副道长官位拢互滤掉。桃园路到运动中心，有家长伫囡仔受水池去互排水孔吸掉咧，抱袂起来，无法度振动，差1点仔吐水。新闻头起先来看中国配偶爷爷刘真阿昨暝离开台湾。网络传讲，这刘真阿到中国福州一个出海关，就去互一阵挂喙暗的人带走。南海基会秘书长表示，刘真阿这款案例是真特殊，可能假设有统战的进步。不过，咱台湾也有36万的中国配偶，咱嘛袂当黑白共骗上甲歧视。伫出境通道头前，才毋敢甲亲人揽做伙。陆配细路盲行爷爷自我暗时临时改变想法，坐飞机去中国福州，暗过离开台湾进前发表声明，点名内政部长刘世芳迫害政权。部长松一口气嘛。我还在呼吸，我不针对个案在做任何的这个回应。我跟各位讲过了，我们针对各界的批评跟指教，各位虚心受教，也会检讨改进。中国国台办发言人一日也批评，民进党滥用司法手段欺凌两化婚姻团体，有违人伦，伤害天理。社群平台顶悬流传，爷爷出关了后都被团团围掉了，有一阵挂嘴安的人接走，引起讨论。如果真的有这种状况，我并不意外。从我们多年的工作的实务经验来推敲、来判断，我只说非比寻常。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也许他个人的信仰、政治信仰非常坚定；第二个，也有可能是来自于他要蹭流量，能够获取利益；那第三个，也许有工作任务在身，让他们在台湾选择这么做。或是这三者中都有，或者其一或其二。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认为，亲像爷爷这种极端案例，真无正常，无排除牵涉统战任务。不过也强调，台湾有36万名陆配，唔通因为少数对其他人打标签或者是歧视。我更关注禁止鼓吹战争或者是武统言论，所以是不是应该制定专法？这个部分到底要专法，或者是立在刑法里面？我们会广泛的征收各界的意见，基于这个言论自由跟公共利益来做最好的一个决定。另外，因为共款宣传武统，做到撤销2000起口陆配网红小米甲运气。移民署公布，爱伫31进前限期离境，若无会依法执行强制出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花莲罢免案，逼出行政人员去人兜查对身份的证据。检调张玉丹管府民政处处长明良真，信后是申请羁押禁见。上新的消息是裁定50万交保，若检方要继续控告。花莲管府表示，相信当前是依法行政，无落实告知。经过一暗的侦讯，管府民政处长明良真甲副处长吴俊基等7个人，互检方认为涉案经济重大，因为罢免提起人名册签章查对是属于花莲县选委会款照，县选委会所无委托行政机关查对。透过电脑系统查对罢免提议人名册、户籍资料的机会，与法定职权外违法进行非户政机关职权的罢免提议人名册签章查对，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罪嫌重大。就民性被告部分，因为有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且有羁押的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消息传出了后，花莲县府已经报告将候选人员就问查水表的证据，说后是中央选委会无清楚交接甲教育，坚持相信当前袂做非法代志。全体同仁都是依照行政程序法第36条依法执行职务，也没有泄露个资或违反选罢法的情事。我们期盼司法机关能够尽速厘清真相，
还同人清白以及人身自由。部分议员甲保保团体是希望检调会当理查清楚，还互花莲公平安全的联署空间。我们希望检调单位可以查明清楚，然后厘清真相，那给花莲公民一个安全的联署空间。我在这里合理质疑，明良珍处长是自行揣摩上意，还是有更高层的人士授意他做这些事情？其他民政处副处长吴俊基等6个人是无羁押庇护，检方下令交保新台票30万至2万不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议会将处理国民党团提案的反废死甲反戒严2项公投，调阅立委上至8站主席台，落尾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立委利用人数优势，联手表决通过这2项公投案，直接送去治讨，搁再引起热烈冲突。国民党立院党团提案反废死、反戒严公投，不过连续几天，立法院会因为新党游地兵的争议，引起立院的不满，抵制议事。25暗时国民党团以人数优势，甲提案硬颈付治讨。院长韩国瑜猜示，未来这2个公投案拢要交付党团协商。不过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认为这项突袭，批评会议无效。韩国瑜在耍诈嘛，说来协商。不要走，不要走，韩国瑜已经来了，我掉头就走，走了果然韩国瑜6点10分出现了。我说黄国昌，你动作大概不利是吧？你弄哪让立法议事规则，总书记的时候可以延长开会时间，但是也要征求同意啊。这个时候的立法是什么？违法乱纪，死刑本来就是已经合宪性了，已经枪决了。要反戒严，台湾怎么可能戒严？针对这个结果，民进党表示未背书嘛未承认。郭建明阁预告会提出释宪，要让大法官了解会议的过程甲争议。因若国民党毋若质疑民进党想要阻挡公投案进入民主的程序，阁批评郭建明野官的乌白讲害人着伤。在总统泰来之前，柯建明已经来跟我们做这个政党协商。按照议事规则第22条，今天的会议自动延长到质询结束，最晚可以到午夜12点。柯建明直接跟大家讲，我就是要走。他的瘫痪瘫一半，他可能没办法跟支持者、跟赖清德交代。昨天就大暴走，拿着拐杖到处敲，到处恐吓，然后呢，还拿拐杖在打的过程当中，拐杖飞起来打中了徐巧芯。国民党批评绿营，议事空胖是因家己做得来的，执政党煞家己在乱。因若民进党团毋若去院长室要找韩国瑜理论，我讲要走伫个议场的门口口，一直到2拜5议会迄一天表达不满。公司新闻台北报道。这几年，法国愈来愈关注台湾社会，包括法国媒体嘛有报台湾国会台国防预算的代志。侪住伫咧法国的台湾人烦恼讲，若是咱唔出声，国际恐惊真恶听到台湾民间多元的心声。最近伫咧法国巴黎，都有民间团体发起罢免联署集，希望甲侪关心台湾的民众拢靠我来，做阵用无共活动，互海外台湾人甲法国人通知影咱台湾的政治情势。台湾自1月立法院三读通过2025年中央总预算以后，那国内后续有真侪讨论，亲像法国媒体《世界报》嘛特别针对中国威胁台湾国会刷台国防预算的角度来进行报道。嘛有报最近咱国总统热清伫讲要恢复军事审判等等的议题，国际媒体关注台湾地缘政治，嘛互法国的台湾人积极为台湾发声。奥运，然后台湾有参加，然后其实是不能带台湾国旗的，就是觉得。台湾就是需要人民自己发起的自主运动，然后觉得政治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参与。当然是真重要，因为咱若无去注意到政治，都人吃起啊，这么简单。最近国内各县市发起的第2阶段罢免联署，那英国、美国有民间的据点，伫咧法国巴黎，原来有民间团体发起联署站，未少知影消息的台湾民众拢专工来参与。法国台湾协会表示，最近这几年，那是防疫，也有科技的发展等等，嘛，互真侪法国人渐渐知影台湾。因那今年国会台预算的代志，那是美国真关心，就连法国伊嘛真关注台湾人的态度。法国台湾协会指出，法国这几年因为俄乌战争、甲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涉嫌污蔑欧洲议会来影响欧盟政策等等的代志，法国民间渐渐看到中国的威胁，嘛连带愈关注台海议题。以前因较无这甲台湾交缠，是因为讲迄阵
有中国的压力。即摆因慢慢啊，在咧觉醒啊，吼，毋是干那听一方面的话，台湾嘛足重要的，所以即摆较愿意甲咱一个做交流，所以咱应该爱徛出来。协会表示，因伫正透过种种的民间交流，互法国人了解台湾人一直拢在抵抗中国的威胁，希望甲法国的台湾人靠起来，最近用无共活动推广台湾历史和文化，互法国人通知影台湾的情势。记者卢尚珠、林飘凯，法国巴黎报道。台海情势紧张，中国顶个月2日，伫咱西南海峡画草演区，咱的海军有派3只军舰去监控，不过翕出来相片模糊，传回来速度阁上慢。国军的高层下令爱严格处分，这3只军舰的副队长，即阵的官位拢互落掉。海军班操军舰监控中共四平山南、千岛河南14广播区里。所有军舰也公布军装监视强军恩公舰，双方加做对立局面。八成关台海紧张情势，代志发生伫1月1日，中共无警伫咱的西南海峡卫敕操演区，迄时阵海军紧急出动3只1级舰、班超舰、苏荷舰、成功舰去现场监控，刷野出翕的强舰相片品质无好，而且回报速度伤过慢。海军高层下令检讨处罚，决定一摆将3只军舰的副队长官位拔掉。我们也爱之深责之切。那我们也并没有做一个比较高张力的去对他们一个处分，就希望说借这个来有一个警惕。可以做得到，应该会在20到30分钟之内，都可以传输，把你掌握的这个照片，能够我们做一些必要的编辑跟必要的文宣的一个制作来做一个反应。海军接到证实，3只军舰无按照战略要求进行文宣修正，基层官兵拢替副队长发委屈。翕相爱考虑海上甲气候能见度甲翕的器材，因为相片位置无好，互副队长被当场处罚是非战之罪，也重创前线海军官兵的士气。不会影响到个人的经管。那我们在完成教育训练之后，后续都会再实施这个回派的历练。另外，总统赖清德亲亲主持4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这摆有6位新科少将。其中包含交通电军指挥部的网络战联队长周文祥，因为交通电军进前才被中共抹黑进行海客攻击。赖总统亲身为周文祥挂上掌声，也鼓励基层士气。我希望各位在进任后，能够以检讨组织编装、提升作战韧性为目标。针对中共增强无确定地带侵扰，赖总统强调，按运用部队亲疏会加坚强军事实力，展现自我防卫决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7天的国定假日敢会恢复呢？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今仔日继续审查草案，毛民间团体是建议政府要制定亲像性别平等教育日、甲关电会检讨日这款有进步价值的纪念日。增加国定假日，彰显进步价值。大声喊口号，因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持续审查有关国定假日实施条例草案，几个团体伫立法院外口呼吁政府爱增加国定假日，解决劳工过劳的问题，还佫爱甲有进步价值的性别平等教育日、甲国民体育日等等，拢伫委员会来讨论。强化校园内的多元性别的差异，建构友善的校园，所以我们建请在4月20号定为性别平等教育日，增加国定假日是让台湾降低整体工时的一个暂时性或者是一个搭配性的解放。你们有没有要认真去规定工商业的一些碳排呢？那我们建议直接定成一个关灯减碳日。内政委员会内底，调解立委持续在审查，包括立法的重点、法律的名称、甲休假的日期等等，做大体的讨论。相关单位嘛针对安怎补假等等，初步来回应。多人会觉得放假日回来以后要再补班呢，其实会对于这个不管是上班时候的心情也好，或者是劳动的这个效率呢，不是太高哈。那但是呢，这个是定在实施办法里面，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因为国民党讨论的版本未少，根据了解，经过内部讨论，对围绕政治工、劳动节、教师节、行宪纪念日等等有初步的共识。不过相关草案要爱单调解沟通来讨论。公视新闻台北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4月开始，针对咱台湾在内10个国家要扣对等关税。咱台湾敢准备好要安怎应对啊？金管会主委彭金良表示，目前了解对上市上柜的公司，佮有银行贷款的影响，还佫伫咧控制范围内底。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开始关税战，风声要伫4月初2针对主要目标邮票扣对顶关税，台湾也被列入垃圾15国。金管会主委潘金良在立法院备询，外界关注金管会是不是做好形象。我们的交易所跟柜买中心针对我们所有上市柜公司有做一些了解。其实我们觉得在这些的影响的部分呢，都还在可控范围之内。金管会强调，目前评估影响拢在严控制范围内，也强调在将近30个产业别当中，其中25个产业拢是成长，只有6到7个产业是衰退，反映大股韧性真好。不过，美中贸易战是愈来愈厉害，外界关心咱的金融机构，伫中国到16间银行、87间子分行，资金风险接近1兆，也对咧受影响。他们的嗅觉也非常非常敏锐，所以一路下来，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感受到对岸的投资他们在减少当中，但是他把这种东西移动到比如说南向。同意不同意？我讲它是灰犀牛了，这个是。这个每个人对灰犀牛的定义不一样啦，但我觉得绝对是个重大的影响因素啦。另外，为控诉03大地震了后，一直有地震尾，有理会也质疑政策性保险地震险保障无够，而且理赔条件是有够严格，爱全岛或者是半岛才用理赔，理赔金额上至150万，最后就亲像地震税。今年7月会把的第一阶段的这个小幅度的变更把它提出来，因为牵涉到费率，还有整个商品的结构，还会小幅度的变更之外，要有一个大幅度的改革啦。金管会表示，目前已经在修正，上紧7月新方案会出来，希望带来更较侪保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桃园中立有补习班的老师甲学生性骚扰，受害者的家长和立委甲议员做伙开记者会，指控这个老师有性剥削案底，而且这间补习班的问题了了，伫咧指控1年就废止立案。这教育局说伫咧今年3月17重新立案，立委就批评市府拢无咧管。我女儿在这间补习班竟然被洗上，而且呢，其实只要有人碰她肩膀，她就会很惊恐。家长指控讲，家己5年的查某囝去互补习班的老师摸胸坎，批评讲安尼补习班为虾米阁有法度继续经营？桃园市议员魏文指出，这位姓陈的老师有性剥削的案底，2004年11月互人聘用，3个月内毋但甲5年的查某学生摸胸坎，传暧昧的信息甲骚扰，甚至阁去群众各中的查某学生登到因兜。我们老师有提出说，请不要招用不合法的老师，但是他请我们老师全部都忍任。进前伫咧补习班的老师表示，负责人敢若要求这个老师赔偿离职，家己跳出来甲指控了后，电都阁受到工课场的霸凌。若负责人阁捌摕球棍伫咧训教室，哪像是咧骚扰学生。另外，阁捌发生过有一个老师甲学生拍甲规身躯乌青，已经列作无责任教育人员。这补习班的乱象遮尔济，一个调查才发现，早伫咧2021年2月就互废止立案。这教育局煞伫咧今年3月17，阁互伊重新完成立案。根据这些法规可以让他连续处罚，也可以没收器材，更可以让他停业。但是教育局都没有做这样的措施立委林木琴是批评市府拢无咧管，若教育局是表示2月接到通报了，去稽查，这个性骚扰的老师已经离职，若补习班嘛已经罚70万。虽然被害人家长尚未提出法定的申诉流程，但市府社会局皆已完成访视提供协助。后续申诉确定并经调查属实，将由市政机关依规定予以裁罚。我没话说的，我就这样说了。教育局表示，这个老师互人管制1年，袂当伫补习班任职，而且嘛会进一步追查负责人互人指控的代志。若补习班的负责人无表示意见，敢若讲要甲补习班收掉。公视新闻综合报道。警方料到暴力特销集团成立直销公司诈骗，开交金放档内，这被害人若毋还钱，都用破产恐吓的方式特销。检警调查8个月过，掠到12个嫌犯。该集团经营职业赌场，是被害人无力偿还债务，以暴力方式进行讨债。目前清查既有5个被害人。视察，该集团另外成立直销公司，发行虚构之海外股票。清查目前既有9个民众遭诈骗，新台币800多万，其中60多岁刘姓女子遭诈骗300多万现金，金额最高。
这个集团是天道明东心会迪北分会长姓王的查甫人组成的犯罪集团，宗教含钱庄合作放动内，利息扣170%。这被害人想不出来，就逼因签本票，去被害人引导破产。这个姓王的查甫人嘛成立直销公司，用假股票骗民众投资。刑事局去年抓到12个嫌犯上班，目前是拢已经交保。台中有一个表演歌手陈空格，去年9月去泰国，被带去缅甸的诈骗园区。经过半年的时间敲诈，拿赎金10万块，总算是平安倒转来。这涉嫌贪污落难、涉案的嫌犯是已经被逮捕。手骨甲身躯全全是互人拍的伤痕。这个对台中来的商演歌手陈空格，要去泰国，却被押去缅甸的诈骗园区。就觉得很奇怪。明明就在曼谷，为什么开车开这么久？那这中间我的行动也是被受限制。那当下其实3个外籍人士同坐一台车，其实我做什么动作，其实都已经来不及了。陈空格表示，去年9月答应涉案的朋友到泰国替炸物件转来台湾，就安尼孤一个人前往。到地了后，却被带去缅甸，除了被关起来，还协助集团进行诈骗，也互人口买卖集团转卖3摆。期间透过朋友的协助，也有当地台商甲集团敲诈，付新台币10万块的赎款，才顺利逃离。落尾伫这个月14转来台湾。我要有他的讯息确认。然后后面真的他就是有在 messaging 跟我联系，联系我就了解当地的情形，然后还有坐标，然后提供给警方。也拿当初负责指责的涉案的朋友，警方也将伊逮捕。台中检方表示，目前将涉案的查甫人列做被告，警方当咧侦讯。另外，台中市刑大也抓到一个协助诈骗集团的通信业者。来，搜索票件给你看。该业者均以 BMW 汽车提供外送到府服务，还协助诈团回收手机内证，涉嫌诈欺犯罪嫌疑重大。警方表示，这个涉入的业者透过网络卖人头卡，甚至提供回收服务，消灭证据，伫伊的车内超出相关的证物，专案以违反刑法加重诈欺，也有涉及防制法移送侦办，目前已经将伊起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同款是诈骗的案件，来看国内美资公司讲，因的投资方案会当利用 AI 替人客处理买卖，保证逐个月上无赚4%。这美资公司今年是骗超过10亿。检方约谈公司的高层和员工拢总6个人，甲4个负责人申请羁押，剩的被告10万至50万交保。用处加面，美资公司的涉案登记负责人经过检方复审，以50万交保。对提问无回应，美资的4个实际负责人也互带回约谈，经过透明征信，26方声押禁见，北检侦办专案，搜索几个地点，约谈6个人到案，调因行法等罪嫌侦办。从事金融业这3年呢，我就已经买了3栋房子。我希望借由自己的经验，然后来告诉大家，学习有钱人的脑袋。将理想环境讲甲真鼓励人，也毋过美资这间公司标出诈骗投资人的钱。检方调查，涉案的企业讲，甲美国有名的投资集团有合作关系，伫台湾推出名叫做 VIG 的投资方案，主打靠 AI 人工智慧替客户代操外汇。每个月保证获利4%至6%。2021年起，短1年违法吸收资金超过10亿，保证至少有10个人提告。确定他是诈骗集团了吗？应该是听你这样讲，一定是啊。类似的受害情形，警方组织诈骗发现，台北一名查甫人受骗假投资，相信只要出钱，村内相关事项拢有经纪人代操，协助交易、海外基金、股票等等，只要坐咧等收钱就好。民众解约并提领新台币800万元的现金呢，准备交付诈欺集团，以投资海外的证券。行员警觉有诈。遂通报警方到场查证，已经赔100万，被害人无发觉，原来也要拍算，搁领800万投入，好甲在即摆临柜，互人动落来，无互损失更加扩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红牌重型机车上国道2地已经查几60档啊！自2012年7月就通过法案，开放550cc 以上的红牌骑上国道，不过因为安全的问题，也未正式施行。
最近就有4间车厂发布声明，希望政府重视安排重机车的路权，略早来开放。大型重机行上国道是未少骑重机的人大大的心愿。立法院自18年三读通过法案，开放550cc 以上大型重型机车行上国道，通伫101年7月开始施行。三读到打10几冬，重机上国道的议题由原因为安全顾虑要未上路。伫咧3月24，四大车厂也共同发布声明，希望政府通重视重机族群的用路权。因为交通部高工局是表示，会继续收集民调，和地方政府沟通。我们就是还是必须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见，就是要取得他们的共识，我们才能往下一步走。那最近的一次的结果还是显示，大概有64%的民众是不赞成，觉得大型通讯对上国道是有安全上的疑虑。所以现阶段我们国内的一个条件是还没有达到整体的一个共识，所以才是导致现在都还没有直为开放的一个结果。交通部高工局表示，国道因为牵涉到各地方政府的路权，加上顾虑到安全风险的问题，就要谨慎评估。不过，中华民国大型重机经营同业全国促进会是表示，安全问题袂当干那看民调，建议政府通伫车流量较少的路段试办，加强宣导，建立使用国道的安全共识。讲感觉讲啊，做重机做危险的啊，把重机当作是飙车族。我一再强调，所有的违规拢是行为人，车甲奥多拜讲无关系。应该是不是会当对东西向的国道较空旷国道，较无车的国道来示范，再来观察。促进会呼吁交通部，毋是干那限制，也是甲责任撒互地方政府甲民调。因认为爱先试办，才会知影有可能的违规状况，来改善甲宣导正确的驾驶观念，互大家有基本的观念，才通真正促进无分车种的用路人有公平安全的交通环境。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卫福部和地方推动一个国中学区上无开一间日照中心，目标全台湾814个国中学区拢有日照资源。不过台北市的进度是6度上慢的。道民团建议市府利用学校无利用的空间开长照服务。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甲地方共同推出的一国中学区一日照，目标全台814个国中学区。拢有日照服务资源。杨国明台指出，到去年11月底，各县市的日照中心资源，新北一学区一日照的达成率是89.9%，桃园91.5%，台中88.8%，台南甲高雄市拢达到100%。反过来看，台北市保证一学区一日照达成率只有84.7%，6度上低。台北市的整个的这种市民意识，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日照中心进到学校区，会不会影响到学生？那甚至以前台北市曾经发生过家长会抗争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在面对学校的老师、家长的这一块的这样的沟通上面，必须要更及早，而且要提早的去做这件事情。民团认为，利用校园内无利用的空间，长照结合校园是可行的方法。因过需要跨局处合作来化沟通。长照业者讲，真侪人烦恼长照事业影响房价造成阻力。北市社会局表示，每一个学区的状况无同，而且台北市的交通便利会并同考量整体日照涵盖率，作为日照资源共同目标。松山区的西松高中学区的，它主要的涵盖部分大概占了1/3以上，比例占到松山机场这个部分，所以其实可以择选的空间其实是有限。那变成说我们在里面去找一些合适的建物，相对来讲比较困难。消防局表示，北市拢总有72个学区，已经开办56个学区，还未开办的16个学区日照，拢已经有规划甲开办机庭，达成率会达到100%。未来会评估搁提悬无设置日照机构各中的学区开办日照补助，就此吸引民间业者设立。另外，也会继续盘点公有建物空间资源，优先争取设置老人日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和罗西亚甲乌克兰达成乌海停火协议，虽然无发布联合声明，也是互看做是罗乌停战的第一步。伫咧海上和能源设施先停火，确保海军的安全。不过外界看起来，这川普政府要是较偏向罗西亚，因为这美国已经答应要解除对罗西亚农产品出口的制裁。
美国自公甲乌克兰 Russia 达成协议，暂停海上甲舰队人员目标的攻击。华府同意推动解除对莫斯科的部分制裁。这摆会谈并不如期，发布联合声明。加拿大北京的两份声明，双方拢同意确保乌海航运安全，避免使用武力，而且禁止将商船用伫军事目的。不过明显，Russia 甲乌克兰依然是互相无信任。Когда президент говорил, мы из-за перемирия, но есть нюансы, кто будет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чистоплотность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приказа из Вашингтона Зеленскому и его вот этой вот. Тому тут віри русським немає, але я вважаю, що ми будемо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ими, і якщо це так, і зараз мені це 对拉夫洛夫所讲，华府下令泽伦斯基遵守协议的讲法，泽伦斯基表示无安尼要求。虽然双方依然有强大的敌气，美国总统川普依然指出，推动停火是有进展的。川普咧推动结束两边战争，甲 Russia 关系真紧修复。互基辅当局甲欧洲国家拢行一条。这摆伫利雅得的会谈，美国甲 Russia 协议，比较乌克兰的公告较济。华府承诺找出解除对 Russia 农业甲化肥出口国际制裁，这也是俄国长期以来要求。公司新闻恩惠玲报道。美国的国安顾问用通讯软体讨论空袭也门叛军的计划，却无细致甲记者加入来军组，致使空袭的计划提早记光，互看了了。不过，Trump 接受采访的时是阿家己人，讲军组内底无讨论机密的情报，所以这国安顾问万变回事的。伫北京西厂办公室拢是记者受在提问，这个空袭行动外泄事件引起各界高度关切。川普先是改变高调态度，将这大问题偏互国安顾问沃兹。There was no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s I understand it. They used a app, if you want to call it an app, that a lot of people use, a lot of people in government use, a lot of people in the media use. And I think I'll ask Mike. Mike is here. Do you want to respond to that, please? Yes, Mr. 沃兹先是批评线顶真侪记者透过假造甲有关总统的白插话出名，说是讲伊根本无熟悉大西洋月刊总编辑高伯格。This one in particular, I've never met, don't know, never communicated with, and we are looking into and reviewing how the heck he got into this room. 面对记者，川普先是表示这是官员无伫战争室内底，面对面讨论要付出的代价。不过，伊话一顿表示，空袭也门真成功，而且这毋是国家机密，会引起这么大的注意，只是因为军组内底分一个所谓的小人，暗指大西洋月刊总编辑高伯格。Do you think that Mike Waltz made a mistake, and does he need to apologize? No, I don't think he should apologize. I think he's doing his best. It's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that's not perfect, and probably he won't be using it again, at least not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管国前使用无得到授权软体讨论战争计划，各互记者入群，这重大国安漏洞引起美国正大讨论。参议院自五开听证会，会中一直有批评的声音。This journalist had at least the ethics to not report, I think, everything he heard. This was not only sloppy, it not only violated all procedures, but if this information had gotten out, American lives could have been lost. 在北京附近，家己有记者政治群组的国安顾问沃兹，后来伫接受福斯新闻访问的时阵，也是承认家己犯错。不过，伊依然坚持讲，家己通讯录顶悬是助理电话，毋是记者电话。另外，国务卿认台使用私人电子邮件，甲爆料高通级别资讯的希拉瑞，当初佮互川普讲要送入去加加。这摆国务卿卢比奥等人甚至用通讯软体讨论战争计划。希拉瑞伫社群媒体大文讲，这根本是个公算笑。公司新闻安如梅报道。1966年，日本静冈发生一桩灭门血案，将保险区的运动员跨电岩防指控犯案判死刑，坐监47年了后，伫咧2014年出现新证据，案件定审，去年总算是该判无罪。即马法院宣布要赔偿2亿的日票，下台票是4782万。这是日本有史以来金额上悬的刑事赔偿金。
伊是全球被关上过的死刑犯之一，跨田言。去年得到平反了后，伊共坐监47年，精神健康受到伤害。透过律师要求赔偿，愈悬愈好。28日，法官批准伊求偿，也同意伊做事的是非常严重的精神伤害甲肉体痛苦，赔偿金2.17亿日票，合大票4782万，会由日本政府来付。这刑事案件，毋但是亲像伊律师所讲的，是日本史上上大笔的赔偿金额，也是时间上长、上名法律长篇故事。伊今年89岁，少年时阵是职业破身躯选手。伊伫30岁迄一年，遭到指控涉嫌美术工厂头家一家死的人灭门血案。伊先是法院犯案了后，佫承认犯行。审理期间，伊佫反口径坚决否认杀人。当初签的自别书是遭到警方严刑逼供。1980年死刑定验，2014年新证据出现，当初用来定罪有或者3期是伫案发了后才被告一坑的，伊也得到假释重审，去年被正式宣判无罪。伫法院外口数百支汽车听到法院宣判无罪释放，关声欢呼。不过，伊也安尼精神状况恶化，免出席法院所有审讯。伊91岁阿姊为假释了后，就负责照顾为清白奋斗。佮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宣言讲，闭关了后的跨田生活伫家己世界无法度辨识现实。这案件引起大家对日本司法制度质疑。包含中心审理所获损的时间资源，不应该非法摕到口径。公视新闻恩惠玲朋友。镜头转来到国内，汤圆路德国民运动中心，有家长伫囡仔受水池去互排水孔吸掉咧，这脚只片吸一个红起来，介大痕。因为国内外拢捌发生排水孔甲人吸掉堵水死亡的案例，议员都要求体育局爱加强管理，负责相关的赔偿。脚只片被输出恐怖正大红色混浆，桃园路德国民运动中心传出日夜暗时6点，一妈妈伫囡仔游泳池陪囡仔佚佗，常被输水口强烈输入，无法度家己脱困，只好叫囡仔去喊救人，可以是真惊吓。我陪3岁的孩子在儿童游泳池里面玩水，靠着墙壁移动的过程，突然就是被吸住我的背部，然后我没有办法动弹。有议员质疑发生意外地点是囡仔游泳池，连大人拢会常常被输入，无法度脱离。那安尼囡仔要安怎呢？也讲到国内外都冇发生排水口输入地区堵水案件，一定爱细致要求体育局加强运动中心管理甲设备巡视，也负起相关赔偿责任。中心第一时间有立即关闭花洒，并且进行相关的检修，设备是没有异常的状态。不过为了安全起见，现场有立即摆放告示来做示警。针对囡仔伫排水口输入伤过强，造成民众受伤，体育局除了表示失礼，联络维稳甲协助保险理赔代志，现场安排人员加强巡逻提醒，评估建议减少输入改善方案，也要求各运动中心全面检视排水孔输入的状况，避免同款代志搁发生。公视新闻桃园报道。高雄南马溪有民众行过车路的时，看到救护车要过，唔让唔让，手搁比侮辱的手势。不过目前法规是无规定过路人爱让救护车，不少民众认为应该爱比照汽车甲机车来办理。救护车淡水内挖进路口，过路人照常过车路，无让救护车先过，甚至搁比侮辱的手势。民众这个举动，互后壁的汽车驾驶看袂落，将影片牵上网络。行经该路口，救护车礼让停止，行人优先。中年男子出现肢体手势，将依影片通知中年男子到案说明，以厘清事件真相。代志发生伫咧2月暗仔，高雄南仔溪新路港建南路口，迄当阵救护车出勤半中路，过路人煞刁工唔让救护车先过，恐惊是延误着救护。不过依照现行的法令，过路人无停让，并无法通好发，这互民众感觉真无合理。如果是救护车的话，可能还是要罚一下，因为那毕竟还是救人。这个还是救护车比较大，救人优先嘛。都交条例2023年6月，甲汽机车无停让过路人的罚金有关到6000块，主要是要保障过路人的安全。不过过路人违规的情形嘛真多，屏东警方最近伫咧火车头附近查到真侪无行火条仔线，凊彩破过车路的过路人，甲因开罚单。启动行人违规取缔专案，加强针对行人常见违规行为的执法。
执法重点锁定事故多发的路段与路口，针对行人跨越双黄线或未走行人穿越道等违规行为。屏东分局29单2天半，已经抓到670件过路人违规，行为是包含破过双黄线、无照号志通行，也是无行行人的穿越道。警方呼吁民众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降低过路人的交通事故。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宜兰一间和牛火锅店爆出食物中毒，有82个人通报无爽快。即马又搁一间餐厅传出食物中毒案件，有民众一阵19个人顶礼拜去餐厅办2道要食饭，这几天10外个人煞开始吐骨流，确定是去喂着乐乐病毒。宜兰市一间餐厅传出有10几个人去用餐了后是吐骨流，若像发生食物中毒的案件。有一个去食饭的林小姐讲，23因规家伙拢总19个人，伫这间餐厅叫2道，想袂到食了煞出现症状，病医嘛证实是去喂着 noro 病毒。本来我是只有拉肚子，然后到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头晕想吐，然后后来就吐了。根据林小姐的讲法，因家有2个人较严重，还佫有住院。上细汉的是头壳喉啊，嘛出现症状，因为伊家己就吐2届，闹20届。宜兰罗东选落和牛，顶日才发生集体食物中毒的案件，已经有82个人通报有症状。即马佫发生像食物中毒的案例，卫生局会去稽查。这我拄啊，伊电话顶我有讲啊，目前阮内底是拢无哩，阮外场嘛无人感冒。餐厅的头家讲，迄一暗拢总办12道，有120个人客来遮食饭，除了其中的2道。其他的人客甲员工拢无反映身体有各样，伊会记得迄一天有症状的这组人客，因并无食青的物件，不过对菜色是有反映讲食落较袂惯势，后续会配合卫生局的稽查。他现在都是有的话，几乎都是说是诺如病毒嘛。那你这个也是防不胜防。当然这个是消费者第一个会去选择的，那看一下他的环境这样子。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对于健康的人，我们还是要注意卫生的习惯。诺如病毒是没有办法被酒精杀死的。最近是诺如病毒流行的季节，民众若出门食饭拢会真烦恼。卫生局提醒民众，诺如病毒是真高畏团，酒精无法度消灭，呼吁民众都爱常洗手。万不然若是有症状，会当伫咧厝里休困，甲亲人嘛爱有隔离的措施。也若做食的人员，按规定若是有症状，都爱伫咧厝里休困。等症状解除48点钟了后，才会当重新搁登去上班。公司新闻宜兰报道。台南麻豆有一个别庄社区附近要起供电，社区的居民惊受影响，都做自救会抗议。今仔早起，本地厂商要开说明会，想袂到临时取消。不过，这自救会嘛强调讲，因绝对会抗争到底。40守卫家园，反对黑箱作业，反对。交发口号抗议工地厂商拍算进驻到社区的周边。原本26号，厂商要举办说明会，向当地民众来说明，无受到自救会，前往来表达立场，煞拢找无人。有这种所谓的绿能公司跟政府，为了要达到2025年20 GW 绿能发电量的目的，竟然偷偷摸摸的、暗自的、无声无息。我们人民需要这样的吗？在昨天说要改期，我们不能接受，因为接近社区太近了。大地庄园是过去台南县时代已经兴建好的别庄社区，而且当前是标榜电火挑地下化，环境嘛真水，但是住户是质疑，供电厂商选位伫的过程当中是乌想。主管机关是强调，供电案场的申请绝对是依法行进。黑箱作业不明不白的，要把我们圈在光电板里面，而且还要设发电厂，所以一开始20多公顷，但是我们不相信未来只会20多公顷。本案为室内水产养殖场，依据审查办法，可以以太阳能板作为屋顶的建材。那等后续设施建制完成之后，必须依照经营计划书来投入养殖，它的鱼种也必须符合经营计划书的内容。厂商是表示，因为地方之前都要等待沟通协调，说明会是延到后个月来举办。自救会是强调，为了居住环境，一定会抗议到底。公司新闻郑混淡报道。英国农民若要赶狗，会用胶漂仔还是放炮仔来吓惊狗，不过效果是无介好。高雄市农业局这几年就辅导农民为电网仔，毋但会当吓惊狗，阁袂甲影响到，这农作物的损害平均嘛降到1成以下。
高远的4颗链灯拢围上铁网啊，详细甲看顶悬的告示牌有画一只狗，提醒民众网啊有电唔通摸着。这是高雄农业局辅导农民设来工地台湾狗的电网，透过加装电幕器，亲像电网啊杯高电压低电流的原理，互狗啊感觉会疼，但是袂受伤。农民李立贵讲，自从装电围网了后，狗啊拢唔敢来啊。我在没有围的时候，可能它全区受损可能会2/3。那我围了之后，到目前为止，其实我的损害是0的，所以它的效果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只要你的安装方式是正确的，其实它是很有效果的。英国农民为着要赶狗，有人饲狗啊过远，甚至连胶片啊拢摕来用。上侪人用的都是泡瓦，不离过时间一久，狗啊发现对因无妨害，就失去效果。农业局表示，外山区的农民定定去互包括高山在内的野生动物领地，一寡农作物拢去互吞打了。经过这几年的推广，因认为电围网是目前上有效的工地方式。危害农作物目前以设置电围网的防治效果最好。普遍来说，都可以达到90%以上的一个效果。高雄市政府跟林保署合作推广下设电围网，目前已经累计补助58个案场，面积有95公顷。农业局表示，今年度的补助申请已经开放，农民若是要装电围网，政府会补助3/4，农民敢若爱负担1/4，而且嘛派人辅导农民正确使用电围网，希望会当减轻农民的负担甲损失。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台湾过去一年电动车的数量加65%，占整体轿车数量的1.3%。不过，民众反映这充电的设备无够，嘛是买电动车会丢除的所在。交通部按算今年底进前，搁再增加3790座充电条，嘛希望带动民间企业设立充电条。甲充电枪接起你车顶的充电孔，就通开始充电。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台湾电动小客车的数量已经达到整体小客车数量的1.3%。另外，自2024年之过到2025年之过，这一年来电动小客车的数量增加65%，显示国内电动车数量快速增加，充电需求也增加。但是有部分民众表示，唔但公有的停车场充电条数量无够，快速充电的数量也建议要增加。感觉好像没有到很普及吧？因为现在开电车的人比较多，就是对啊，就是如果要到完全普及，可能要1半以上都是充电桩会比较那个。快充来讲，大概15-20分钟就好了；慢充1小时50公里。为了达成2050净零排放，政府规划2030年电动小客车的数量要达到7.3%。不过，电动车充电设备目前到2月底，台湾公共充电条的数量有超过1万座。交通部计划伫今年底之前，阁要增加3790座，希望对得到国内电动车增加的速度。随着电动小客车占比逐渐的扩增，那它的充电需求越来越高以后，那这个市场机制就会逐渐的建立起来。其实这个长期本来就一定是回到市场机制，只是在推动的初期我们先点一把火让有一个基础的量先建制出来。交通部表示，即马公共充电条甲电动小客车的登记数量相比，大约是9.2:1，有达成后面建议的10:1的目标。交通部希望初期先由政府带头设立充电条，出来带动民间企业对着脚步，以市场机制增加充电条的数量，满足未来电动车的需求，嘛达成减碳的目标。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南口中家病院上新的研究，甲免疫细胞的特定养分提掉，都会当加强免疫系统，提升癌症治疗的效果。这项研究呢，嘛成功应用伫咧偏凹癌患者测试。感情40年以来，连续咱国民众10大死因的第一回，南口当地研究团队成功透过营养调控，剥夺免疫细胞的特定养分天门冬酰胺，增强免疫攻击力，提升癌症治疗效果。2025年3月，头一摆登上国际期刊，正做全球头一个将代谢免疫用伫临床治疗的研究。肿瘤细胞很厉害它会想办法改变它的环境，让它的环境变成一个会抑制免疫的状况，让你免疫细胞没有办法再攻击它我们从蛋白质再缩小到特定的氨基酸，然后找到这个氨基酸，原来把这个氨基酸拿掉以后，我们的 T 细胞会变得更有力
天门洞烯胺是一种氨基酸，对癌细胞甲免疫细胞拢是一种重要的养分。免疫细胞处理天门洞烯胺欠的环境的时，电脑会启动免疫细胞代谢适应机制，让体细胞更较有攻击力。在体外培养实验中发现抗肿瘤激素适合增加10倍。癌细胞没有杀干净，终究还是会打输啊。久了以后，它是会有产抗药性啊，或者造成器官衰竭。那现在这个新的这个 LS Paragenes 可以让这个免疫的治疗药物它的有效更持久啊。研究团队拢总针对6个鼻癌癌的患者做临床的试验，伫10个月来追踪肿瘤大小，4名患者的肿瘤缩小率大大提升，1名患者维持稳定状况，另外1名患者甚至肿瘤完全消失。医疗团队表示，未来有希望拓展到肺癌、肝癌治疗，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为了要减少塑胶，环境部针对旅馆业者甲饮料店等等提出减塑胶的政策。不过，根据经济部的统计，伫咧2020年到2024年，这塑胶落甲生产量和交易量，却颠倒是一年比一年搁较济。环境部认为，这甲新冠疫情了后，大家介意用网络买物件、外送食食有关系。陈小姐你好，我是快递，你的包裹到了。民众伫网络买物件收包裹是非常方便的代志，不过却加出真侪塑胶粪扫。环团指出，虽然政府有咧推动减少塑胶的措施，不过伫咧新冠疫情了后，大家买物件习惯改变，介意伫咧网络买物件，伫咧外送平台叫食的，这寡行为，互台湾的塑胶量一年比一年搁较悬。环团呼吁环境部要有限制措施。如果你要有效的限制塑料袋的使用，那你就必须把它纳入管制，然后要求所有的餐饮业者，即使是外带或外送，就是不得免费提供塑胶袋。根据经济部的调查，台湾塑胶落啊，不管是生产量抑是内销量，拢已经正做5年来上悬。塑胶落啊生产量伫咧2020年是28万吨，到2024年已经增加到31万吨。若是塑胶落啊内销的量，伫咧2020年是17万吨，到2024年已经来到23万吨。针对塑胶落啊量增加的问题，环境部表示会加强社会沟通。改变生活习惯也需要时间。我们会和各界展开讨论，进一步强化社会沟通，建立以源头减量及循环经济为核心的推动模式。环团建议环境部一定要规定外送平台袂当搁提供一届性的塑胶落啊，并且伫咧平台建立回收的系统，互民众会当选择循环容器。也若网络店头出货包装，环团建议一定要确实要求业者减量，才当完成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记者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一级保育类大石海翁伫咧全世界数量是真少，不过最近5年伫咧兰屿和绿岛拢有看到因的形影。昨伫咧台东中滨乡的海口，嘛拢总发现4只大石海翁。官府呼吁船只莫甲海翁交叉着，若通报发现海翁的人有奖金通领。东汉华北山洞的外海，25有民众的空翕机清楚翕到2只大石海翁伫海中一直喷气。同一日，伫海上的小鲸船也记录到另外一对母仔囝大石海翁伫海中抽水。专家讲，这个季节大石海翁会回游到温暖的台湾海域。这摆是东海华头一摆，同一日有2阵4只大石海翁出现记录。这个季节就是他们南下啊，他们可能会在冲绳啊。台湾跟菲律宾北方这块海域，进行所谓的那个生殖育幼。专家讲，大石海翁数量少，主要是人为咧掠。东海花甲恒春一带过去是掠海翁的市场，也不过外8年来，台湾欠大石海翁的研究。去年台东县政府推出通报奖励计划，这摆发现是计划推展了后的第一摆通报记录，也不过爱呼吁民众甲渔船唔通收花金。小礼物就是海洋动物图鉴，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给礼券，大概500到1500不等。如果刚好发现船只前方有大翅鲸的话，那我们建议那个船速可以减到10海里以下，观赏船只距离动物的距离至少要在100公尺以上啊。官府表示，今年会陆续开办大石海翁保育的教育推广活动，甲民众辨识大石海翁。
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天气玻璃仔再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3度到32度，中部地区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26度到32度，东部地区26度到31度。外岛地区20度到26度，搁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如果说以那东亚的岛链的或是大陆上面，丰田玉反而是